好多海外朋友都問我，你一個外來人嚟到廣東大灣區，人生路不熟，點樣先可以融入到啊？事實剛好相反，正正因為我係外來人，我先可以喺大灣區搵到從來未試過嘅歸屬感。嚟到廣東大灣區，我發現一件好神奇嘅事，呢度聚齊咗成千上萬個我，有從港澳過來嘅，海外回流嘅，亦都有國內其他省市過嚟打拼嘅人。我哋全部都係新移居嘅朋友，一齊喺陌生嘅城市由零開始，所以唔需要介意自己係外地人。喺大灣區，外地人呢個身份反而係打開社交最靚嘅入場券。皆因成個大灣區本身就係一個多元共融嘅大熔爐，正因為大家都係異鄉人，身邊都冇親戚喺隔離，所以我哋好明白，想要身邊有朋友嘅感受，自然而然就成為咗彼此嘅異鄉親人。大家一齊參加聚會活動，傾偈即刻知道大家處境相近，好快就變成知心戰友，一齊研究點樣申請長者優惠證，互相分享邊間超市最抵最優質，相約一齊去政府部門辦證，互相提醒需要帶齊咩資料。喺大灣區，身邊滿係同路之人，你嘅社交圈子不但唔會變細，反而會比從前更加廣闊，更加國際化。點解大灣區特別容易識到朋友？一、擁有一模一樣嘅起點，自然惺惺相惜。內心感受，無論你以前住喺紐約、多倫多、香港，抑或內地各省，只要踏足大灣區，全新嘅環境，所有人嘅起點都完全一樣。大家都唔熟當地規矩，唔熟街道，甚至粵語同普通話都未慣。呢種共同嘅陌生感同探索心，會瞬間拉近所有人嘅距離。真實日常，喺政務大廳辦證嘅時候，一個迷茫嘅眼神對望，兩個陌生人就可以即刻傾偈分享心得，隨時相約一齊去飲咖啡。二、互相依賴，遠親真係不如近鄰。現實狀況，身邊冇親人照應，生活大大小小瑣事，全部都需要朋友幫手。生病唔知去邊度睇醫生，屋企漏水唔知溫邊個，想溫地道，家鄉食材都冇頭緒，促成心口情誼。呢啲日常需要，正正就係友誼最好嘅催化劑。今日我幫你解決煩惱，聽日你分享生活心得，呢種互相扶持嘅關係，遠遠比單純聚餐閒聊更加牢固。大家都明白異鄉生活嘅難處，所以更加樂意互相幫忙。三、打破原居地嘅社交壁壘，盡情融入多元文化。對比視覺係你生活咗幾十年嘅原居地，如歐美，社交圈往往已經固化，或者存在住睇唔見嘅文化天花板，好難真正融入本地人嘅核心圈子。大灣區優勢喺呢度，人人都係外來者，根本無所謂原住民。每一個人都帶住自己獨特嘅生活背景，美國嘅灑脫，加拿大嘅悠閒，香港嘅務實，東北嘅豪爽，喺度進行全新嘅碰撞同融合。你嘅社交圈子反而會變得前所未有嘅多元同有趣。你可能會跟一個東北大爺學做餃子，然後教一個湖南妹煲湯，再同一個香港 brother 討論股市行情。四、目標一致，一齊建立屬於自己嘅新家。誠感歸屬，所有移居過來嘅朋友心裏面都有同一個心願，就係將呢一片土地變成真正安穩舒服嘅家。呢種共同建設家園嘅感覺，會產生一種強大嘅凝聚力。大家會一齊去探索城市嘅美食，一齊去發現周邊嘅美景，一齊喺呢個城市留下屬於自己嘅足跡。呢種共同創造嘅過程，讓友誼有咗更堅實嘅基礎。我哋都係新移民，一齊喺呢座城市重新出發。因為同路，所以心知；因為心知，所以珍惜。喺大灣區，永遠唔會孤獨，皆因身邊所有人都隨時願意陪你一路同行。